真侪人讲买厝就要买款透天的较好，不过食老你就知影讲这透天厝爬楼梯，这脚是真歹挤力的。在咧台北市有真侪时代因的脚路歹，住伫老公寓无方便。都发局最近宣布要开放南港的东明社会主体，而且增加2房到3房的房型，互时代通好甲厝内面的人住做伙。是现市长蒋万安伊的亲人换出证件。住在几楼啊？4楼。那你这样每天要爬多久？你会懒得下来吗？拜托每天都要一上一下来。这个时代住老公寓，转去就是爱爬楼梯。这种厝伫台北市买50万间，要解决老大人无法度爬困境。市府都发局最近设东明社会主体的厝，正做市府清境换厝的计划头一案。我们的长者还蛮需要这个家人的照顾。那如果我们只开放一房型的话，很可能是会独居的老人进驻。这个政策应该是要转换成就是不只是一房型，应该要更能够开放2房型跟3房型。市府表示，要互时代通住电梯厝，原本的厝嘛通转做包租代管，租予少年人。不过，其实去年市府就伫内湖兴盛望甲青年社会主体办高龄换厝，有被按斗行，才敢若2户成功，而且房型才1房，成效无好。关心租厝基地的崔妈妈基金会就建议，社会主体本地少年人就恶抽，即马阁要租予老大人，少年人可能会有意见，会当选择用其他的代管。另外，租期收地嘛是问题。有社宅释出，但是基本上是3年加3年，很多就打退堂鼓了。当他已经很弱的时候，已经到了6年，你要搬出那个，反而是一个对家属是一个更大的一个痛苦。崔妈妈基金会表示，因认为清境换厝应该下局厝，社会局等等嘛爱投入来做，互政策毋若干那看到厝嘛爱顾到人。都发局是表示，先对东明社会主体开始，未来会阁扩大开放到别个行政区来办理。记者林阿布里台北采访报道。